咩叫眾籌？其實生活入面早就周圍都係，例如冬天凍冰冰，突然好想打邊爐，但偏偏人又懶，完全唔想出街買材料，咁點算？聰明人通常都唔會自己一個搞掂全部。第一步，先打電話俾朋友 A， 喂，順路幫我買啲菜啦，而家就差蔬菜啫。之後再打俾朋友 B， 順便幫我買啲肥牛羊肉啦，而家淨係差肉。接住朋友 C， 買啲丸類、凍豆腐、午餐肉返嚟啦，增少少配料咋。再到朋友 D， 飲品同啤酒未有啊？你幫手啦。最後朋友 E， 火鍋底料唔夠，記得帶埋。然後自己呢？燒滾鍋水，開冷氣，坐定定等開餐。呢個就係成年人的智慧。表面上好似麻煩朋友，但其實真正舒服嘅關係，從來都唔係一個人死撐晒全部。每人出少少，事情反而更容易完成；每人幫少少，氣氛反而更加熱鬧。其實眾籌呢個概念唔只適用於打邊爐，人生好多事情都係咁。一個人硬撐，往往好攰，但一班人一齊分擔，事情就會變得輕鬆好多。有人出時間，有人出資源，有人出能力，有人出陪伴。真正長久嘅關係，從來唔係單方面付出，而係大家都願意出一分力。而最珍貴嘅，其實唔係嗰餐火鍋有幾豪華，而係有人願意陪你圍埋一齊食。成年後先會明白，最溫暖嘅從來唔係火鍋本身，而係一班人肯陪你一齊滾。Hashtags 井號打邊爐，井號友情，井號人生感悟，井號廣東話語錄，井號香港文字，井號共鳴文字，井號生活日常，井號人際關係，井號成年人世界，井號聚會，井號冬天最愛，井號火鍋人生，井號搞笑語錄，井號社交智慧，井號快樂其實很簡單。